大家好，我今日會講呢題就係打電動嘅時間。小易、小空同埋小雪三個人喺度玩遊戲機，呢個係兩個人嘅對戰嘅遊戲。其中兩個人喺度玩嘅時候，就剩低一個人喺旁邊等。每個人打電動嘅時間分別係小易35分鐘、小空30分鐘、小雪25分鐘。呢一題就講小空同埋小雪對戰嘅時間係幾多分鐘？如果要分別到小易同埋小空同埋小雪各自喺咩時候打機、咩時候睇書，實在太複雜啦。所以要換個角度諗下揾下個遊戲機俾人用咗幾耐。例如小易同埋小空打咗10分鐘嘅對戰遊戲，即係代表部遊戲機俾人用咗10分鐘。小易打咗10分鐘嘅電動，小空就打咗10分鐘嘅遊戲。呢度就知道小易、小空打電動嘅時間嘅總和嘅一半，就係個遊戲機俾人用咗嘅時間。同樣道理，三個人打電動嘅時間總和嘅一半，就係呢個遊戲機俾人用咗嘅時間，即係35加30加25再除2，即係等於45分鐘。不過未完㗎，小空同埋小雪對戰嘅時間就係喺小易唔喺打機嘅時間。由於嗰個遊戲機已經俾人用咗40分鐘，而小易打電動嘅時間係35分鐘，呢度就知道小易冇打電動嘅時間就係45減35，即係10分鐘。最後答案就係小空同埋小雪對戰嘅時間係10分鐘。